讲了安心，继续来看到桃园这个日本车的车队1月初来到花莲万里溪来耍，其中一架车因为无熟水性，伫咧溪仔边强强并车险险互岔流冲去，这个画面看起来足危险。根据了解，这个所在3个月前，就日本车因为并车发生意外，因为溪仔边土石较软，若拄到岔流，然后因为无过平，就会并车。流去啊过来啊！啊，伊搁行遐。好，吉普车敢若剩车挂，搁伫咧水面边仔民众看到惊甲赶紧叫人来斗相共。老呀！头前的另外一台吉普车看到赶紧洗翻头，想要斗相共救人，结果嘛掉伫溪仔底，险啊，互水淹掉。你带过去又搁流去。好加在车内的人尾也拢家己走出来，大家嘛摕拖车的锁走来斗相共，无造成伤亡。这是花莲万英乡的万里溪，嘛是吉普车队撩溪真兴的所在。这届有7台车专工为桃园走去耍，说因为对地形无熟并车。啊，这个地点其实伫3个月前嘛发生过吉普车并车的意外。当地民众讲，万里溪有真侪暗沟啊，加上土较软，若是水较岔流咧，车就真有可能会驶袂行。乌白甲车驶落溪仔底是真危险的。那个地方本身就是一个大洞，那个大洞，我不晓得还有什么车可以过得去。一般我们到比较没有去过的河床的话，我们都会先下车看一下水位啊。还有它的水流急不急啊？这样子我们都会做观察。警方嘛提醒，吉普车撩溪上好爱甲人做阵去，去进前地形水性嘛拢爱调查清楚，才会当保护家己性命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